和儿入宫6年，却依然只是个郡君，是委屈他了。如今苗娘子为官家孕育皇儿，这便是再无可推却的大功。待皇儿降生以后，自当按潜力晋升。臣妾想，言官也不会再提出异议。我不想等皇儿降生，我要在皇儿出生之前，将星河升至昭仪。本朝从未在皇儿降生之前约数级将郡君晋升为9嫔之首的先例啊。言官必然会劝谏。和儿入宫多年，纯良至善，温柔静婉。6年了，却仅仅是个郡君，这便对他极不公平。如今，他为朕孕育皇儿了，才把早该给他的给他，已然晚了。并非指苗娘子未得晋升，这5年当中，并无任何嫔御能得升迁。亦有3位郡君比苗娘子入宫更早。和儿自然与别人不同，在官家心中自然不同，但在旁人眼中，苗娘子和3位郡君并无不同。都说他同你特别交好，你还有什么不信他的？再说，别说9嫔之首，他就是生妃了，他的孩子也还是叫你娘娘，叫他姐姐。难受。臣妾在正位中宫后，曾在景佑元年提出将包括苗娘子在内的3位郡君升为才人，官家亦欣然应允。未想遭到言官反驳，说后宫嫔御以坐享百姓供养，锦衣玉食，无功升迁，空增骄纵之气。臣妾亦得了以公器施恩拢人的批评。那次是郭氏与上阳2人的闹剧引出的前朝风波未平，朕又才亲政不久，不欲再在前朝整日听朝臣争执后宫事，让你冤枉了。这次，便算有人啰嗦，亦不会连累你。立刻将和儿升为昭仪，是今日吕夷简在殿上当众提出的。吕相。苗娘子升昭仪一事确实破例，这是朕的意思，可以不牵累皇后。臣妾有几句话，不得不对陛下说。你说。臣妾反对在皇儿出生之前即刻册封仁寿郡君为昭仪，并非是因为害怕言官责备，而是臣妾认为不妥。此事既是后宫事宜，在臣妾应担负的职责之内，臣妾便须得将臣妾反对的理由上陈陛下。景佑元年之事，臣妾初时深觉委屈受辱，后却悟得大错有3。其一，臣妾当时初掌后宫，需要支持，确有结交嫔御之心，这心思也没错。但臣妾本该在平日相处、言谈处事中，让他们看到臣妾的真情实意和才德能为，而不该取巧，以食朝廷俸禄的妃嫔之位，为自己增恩信之荣。此错在德不正。其二，先郭后远2美人之争引起朝堂轩然大波，多位朝臣卷入其中，
由此，臣妾本该想到，后宫之事，并不单纯是官家的家务事，朝臣像关注前朝政事一样审视妃嫔生妃。臣妾初入宫，尚不知情势，更无权威，便急于行中宫之权，此错在谋不足。其三位郡君皆资历甚久，端庄勤谨，升他们为才人本不为过。他们未要求升迁，是臣妾为之，他们安然接受，未曾推辞，是人之常情。然因先过后之事，朝臣对后宫言辞甚苛，他们三人品行皆受质疑。因为臣妾有私心，又筹谋不足而连累他们，这是臣妾最惭愧之处。此错在虑不周。平日当值礼仪规章就先到这儿，下面讲那些最重要的，错了能掉脑袋的规矩。我请来了内东门勾当官张茂泽张先生，亲自为你们授课。你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，好好的听。张先生，请。权益客气了。我如今为勾当内东门司，今日便给你们讲这城门开启出入相关的重要规矩。首先，你们必须得牢记在心的便是，皇城朱门一旦天黑，必须关闭，日出前绝不可擅开。若确有要事，必须夜开宫门者，皆应有没斥于府。胭脂啊！本店中午才开始呢。干娘，云生，云生回来了。云生，干娘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这么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，我以为出事儿了呢。没有，干娘，咱们在定州啊，确实遇着些没想着的麻烦，但是托干娘的福，没让西贼坑了去。卖货的款，干娘叫买的青盐，还有那大渊国葡萄酒的酒方子，我都给拿回来了。太好了！监门使臣不验便开门，验出不合，仍开；又或是未成没斥而擅开者，皆要受刑律严惩。人都知，人都知。
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叫什么？正业。把张先生讲的复述一遍。城门天黑关闭后，便不可以轻易打开。如有要事，必须夜里开宫门，要有墨赤于符，于符上写下时间是由。够了，张冠李戴，乱七八糟。这几句话都记不住，如何在宫中做事？你们中间将来难免要出几个掌管宫门钥匙的，若是出了错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任督之并不是吓唬你们，掌要内臣若不依律放人出入，轻者徒留，重者处绞。你出去，院内跪下思过，今晚的膳食就免了。你呢？可都记下了？都记住了。把张先生讲的复述一遍。是。方才张先生讲到，皇城朱门一待天黑必须关闭，日出之前绝不可擅开。若确有要事，必须夜开宫门者，皆应有墨赤于符，受敕人要写下时间、详细事由，需要开启门的名称及出入的人数、身份，送至中书门下。元生他们能够平安的回来，还给咱们带回了葡萄酒的方子，真是太好了。今儿啊，咱们全楼的伙计尽情的吃，尽情的喝，算是给他们接风了。好，这次多亏了元生。干娘，我呀，干娘捡一了便宜的儿子。干娘，啊，你怎么还不去洗澡换衣服啊？我得立刻去一趟舅父家。不说好了休息2天，然后把你娘和你弟弟接过来的吗？房间我都给你安排好了。这是2个月前我弟弟元亨寄给我的信。怎么了？说是江淮大疫，舅父母亲染疫病危，然后就没消息了。铜器上刻有鱼状图案及城门名，每个铜鱼符分为左右2个。朱门守臣与掌钥匙的内臣各持其一。待开门之时，监门官司要先准备好禁卫门帐，在所开之门内外各列2队，燃炬火。守臣、内臣要仔细验明鱼符，确保无误后才能将门打开。鱼符虽合，监门使臣不验便开门，或验出不合仍开，又或未成目赤而擅开者，皆要受刑律严惩。一字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梁元亨，元亨利贞的元亨。任督治，胆大妄为的小崽子，你不知道避讳吗？任督治，这孩子看上去也就8、9岁的样子，进来之前家里一定没人管教，野生也长得并不懂得避讳。我看他倒像读过书，不像没人管教。你多大了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10岁了，天生5年生人，家里没有人了。没有人。父母呢？家
家父在我出生那年就已经病故，家母带我去投奔聊城舅舅家。前不久，聊城猴病流行，家母和我舅舅都不幸染疾去世了。你若是穷乡僻壤，一介顽童，忘了避讳那是错，打动板子也就罢了。可你现下是在晋中做皇家的差事，不避讳就是死罪。任都知，苗娘子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。拉下去，先关起来。我要仔细研究宫规，再禀明娘娘，看如何惩处。元生，到了你舅舅家是个什么情形？赶紧来个信儿啊！只要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，尽管开口，听见没？干娘仓促间许我回家探母，又给我准备了马匹盘缠，元生已经不知如何报答，但求母舅均能康复，元亨安好，元生把他们接回来，然后专替干娘把东京西夏一线的买卖做扎实了。哎，快走吧，路上小心啊！好。元亨啊，你舅舅和你娘走了，家里本就贫寒，又因延庆郎中和下葬母欠了一大笔债，今后舅母就没法再供养你了。你这么聪明懂事，舅母想方设法给你谋了个好差事。是去全天下最尊贵的地方当差，啊！官家，当阳郡夫人许氏进宫来了，现在门口，问官家可得空，能不能进来见一眼？请乳母进来说话。乳母，来这边坐。乳母从小就最宠朕，后来一层层的加亲，如今可真正是朕最亲的人了。不敢呢，不敢呢，官家折煞老太婆了。官家，您还是看看吧。这些单子上的东西都还在家里，物件儿和送礼的人都写在这单子上了。这数月来，不知道接了多少，老身也不敢做主，便在前些日子收拢了单子，叫人送到仪凤阁去，让和儿决定。今天任都知接老身进宫，先去见了和儿。和儿说，这些他也不敢做主，万事依赖官家。这箱子没打开过，里边也没人动过，就让我给官家送来，说官家有决断。乳母搬进宫里是要陪着和儿生产。任都知特别嘱咐老身，说娘娘让他
按照照顾嫔妃生产的规矩来安排，是朝廷差事，并非是想让亲娘来陪产。太有心了。入内侍省至少要填4个小黄门的缺，仪凤阁那边也点名要个机灵的。可现下这些蠢货，你们看看，一个个不是脑袋榆木，就是小事聪明，大事糊涂。从明日起，早晚各加1个时辰的课，每日的课都要考试，考不过的就饿着。那个梁元亨先关着，若不是苗娘子生产在即，动刑杖不及，今日他至少是50击杖的罚。我看过几天，干脆禀明娘娘，赶出宫去了事。官家，今日的晚膳，御厨房。他这么懂事有心，处处都替荷儿想到了，要把他照顾妥帖，又不能让任何人觉得他因得宠有声而骄纵。他心思精明，看出来前朝权臣有拉拢皇子母家的心思，因此叫我谨慎。我却怪他。我有生息，累阴阳之寒玉；我有窒息，处天地之富禄，长慈母之微巢，托主人之家数。官家，范希文字字珠玑的好文章，讽喻精辟，迫人深思。只是，偏要借着这又黑又胖、音质又哑的丑鸟来讲道理吗？不过是黄昏时分的聒噪，怎就不能拖个模样好些的来做文章？他以乌鸦言志寄情，他的好门生便为乌鸦，以书掏心掏肺的建议未被采纳的委屈。你就不怕日后整个皇宫乃至全东晋的乌鸦得了信儿，全到你这坤宁殿来，层层叠叠，全是黑乎乎的礼物，一到黄昏时分，便一起对你念，故歌而可卷，孰为神兵；焚而可变，孰为英雄？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；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官家。官家比孙府、欧阳修、蔡襄更能损人。好，好，好，臣妾是老鸭，整日在官家耳边聒噪。那官家干脆扎个弹弓，把这难看的老鸭打走。有酒吗？你酿的。莫要，还需几日，银玉还有小半坛。今日向你讨一壶酒，跟你说一件天圣5年的旧事。
记得每天给这孩子送些干粮清水。我试试，能否向娘娘给他求个情？ 到了一半儿，又回去了。终于还是没有见着我的亲娘。吴母说，得知晏先生赶来了，她松了口气，可又很难过，觉得若不是他赶得及时，我好歹这辈子还能见他一面。 叫她一声母亲。不是先生，并不是先生。其实先生不是改变了朕的主意，而是给了朕一个原谅自己无情。 不小的理由。娘娘当年绝不对官家吐露一言半语，甚至连偷偷疼一疼官家也没有，难道就是无情了？娘娘不是无情，娘娘是太爱官家了。官家当时。 若真的去了皇陵叫了母亲，那才是真的毁了娘娘这么多年做的牺牲。我之后的任性，却是。 景佑元年，你被言官上书，以朝廷公器加自身恩幸时，才入宫不到半年吧？你19岁，便明白了什么是皇后。自那以后，谨慎自缢，却又从来不会曲意逢迎。 官家过誉了。来，单叔，这次我一定要在皇儿出生之前，给和儿这个九品之首的位置。 你的心意我都明白，你的思虑也都在理。言官担心他会仰仗我的宠爱和孩子，争权媚君，教外臣乱朝纲。但我是他的夫君，更是他的六哥。我知道他不是那些别人，他会信我，定是他和孩子的依靠，何须结交外臣？ 他不只信我，也笃信皇后。至于那些言官，进谏就是尽职，进谏了，如果没有用，无非也就是与我纠缠。待他们发现自己所虑的恶果并未发生，便就罢了。毕竟朕。 已经不是天圣5年时候的朕，而你亦不是景佑元年的皇后。
那我晚些时候再过来。好。朕亲政5年，如果连这样一个不害仁德、不犯朝规的任性都惧怕眼官，不敢坚持，若日后我想撤方强，改革军务，裁撤冗员时，又会如何？官家说的对。这是臣妾想的狭隘粗浅了。感谢官家，不怪臣妾粗浅、冲撞，还特地给臣妾剖析各种缘由，教导臣妾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喜欢和你讲这些，总是喜欢和你讲这些。你所谓的教导，官家，臣妾一生愿为官家倾尽心力，辅佐官家。但是我问你，你要说实话。臣妾岂敢欺君？在得知你被选为中宫时，开心吗？还是忧惧居多？毕竟曹家是世家，你大约该是知道，这光芒万丈之下，要靠什么撑着？臣妾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天，是臣妾长到18岁最开心的一天。你确实是完美的皇后人选，一直很开心，没有不甘心。就算偶尔有幼稚的时候，也速速改了，这便最好了。酒喝完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明天可不要在外面吹着风喂乌鸦了。丹叔不是乌，是我大宋真正的9天之凤，有梧桐可栖，炼石可餐，不会积于云霄。虽然我这个官家没那么好，但是也不会让凤鸟积于云霄。官家过誉了。没有，你确实很好。你这个皇后，比我这个官家可能还要好些。我跟你说一个秘密，其实今天说的这些，都是硬找的理由，都是为了说服我自己，说服你的理由。我一定要给和儿这个名分，只是因为我不想我的孩子
我的长子或者长女，觉得他的母亲不得父亲爱护。若不是他的出生，母亲服侍多年，谨言慎行，温柔贤淑，却一直只是个俊举。我盼了这么多年，就要迎来我的第一个孩子了。我竟并没渴望他多么勤奋、聪慧、雍容，我只盼他能爱我这个父亲，不要怪我，更不要看不起我。官家这是为何呀？我可是上奏书反对了，立即封苗氏为昭尹。官家不理也便罢了，还偏命我写册书。王拱辰、夏怂他们定是极愿意当这个差，就算不理他们，那也还有没说话的王尧臣、梅彦博呀。得了，你不就等着我说一句？官家赶着要，又只给半日时间，欧阳永叔又不在，论文采风流、文思敏捷，还是要支持你啊！小人之心，小人之心啊！就算我是自负，也不至于靠半日写份册书显示。我是真不懂，有什么不懂的？官家是真心想给自己最宠爱的苗氏升昭仪，又怕任何人借着此事结交苗家。写册书是个极好拉近关系的机会。你苏子美清高无邪、天真烂漫，可不是最好人选。老爷，宫里头来人了，在书房等您，说是别声张也别拘礼，就给您送点东西。王相，有圣旨。这盒子里的东西，是苗娘子的母亲当阳郡夫人若干日前上呈给官家的。官家也并没有看，只说今年是王相和吕相一起做官员的考绩。官家说，让王相有个参考。娘娘，李子都晒得干干的了。此酒名没药，小时在家娘亲自酿没药、迎玉这2种酒，我们全家都喜欢，官家也特别喜欢。昨儿来把娘娘的存酒都已经喝空了，所以娘娘赶紧续上。华儿，啊，你这张小脸长得这么美，偏就一个缺点。什么？嘴太大。娘娘，张先生求见。请张先生进来。娘娘，茂泽，我赶在落日前将这2坛封好，就不跟你拘礼了。你何事找我呀？是为了个刚入宫的小黄门打扰娘娘。皇子的名字翰林院那边定了5个，一会儿也让先生看看。主要是公主的名字，上次让先生看的那许多都不满意，如今又有一个，让先生看看。
徽柔，徽者善也，柔者仁也。尚书无意义有云：“徽柔以公，怀保小民。”真是个适合官家长女的好名字。哎呀，怀保小民，还未出生便被爹爹加了功课，此乃天命。臣只是觉得，这孩子已经被去了世，若就这样被赶出宫去，这辈子也就没任何盼头，同杀了他没有区别了。不必忌讳，在宫里确实是大错。任督之的处置十分妥帖。张先生念着苗娘子生产在即，动刑不及，更为周全。我看不如这样，先让这孩子在柴房里锁着，让孩子牢牢地记住了教训。苗娘子生产就在这几日，这等大喜时，宫内大赦也是一定的。娘子，再坚持一下啊！是。用力，再用力。帕子，来，看，把水拿来。哎，好，再打盆水来。娘子，用力。来，用力，娘子，娘子，快了，快了，使劲儿，坚持，娘子。怎么回事啊？从前日就开始疼了，怎么还没生下来？不会是难产吧？不会，不会的，娘子的胎位正得很。快了，快了，已经能看见发心了。官家，官家先把药吃了。您在这儿守着2日没走，急火攻心，感染风寒，现在还发着热。若是严重了，岂不是让苗娘子难过愧疚？官家别急，太医说了不会难产，头胎折腾个2、3日也是常见的。民间还说，折腾的久的孩子，男孩聪明，女孩漂亮呢。张先生，来吧，我带你去见皇后。别怕，你有福气，刚刚公主出生了，整个宫里大赦。你知道自己哪儿错了吗？元亨知道了，表面是没有避讳，然而静于中而理于外，理没周全，便是内心静的还不够。元亨以前在乡野，粗秉没有教养，内心没有时时刻刻想着忠君，才会忘记了避讳。这几日的反省倒是有些作用。
这孩子模样倒是乖巧，也不笨，又干干净净的。虽然犯了错，偏偏赶上公主出生，上天要给他改过机会。茂泽，你先带他下去吧，给他换身干净的衣服，好好吃顿饭，给他碗姜汤。最近风寒，别要病了。是。谢皇后娘娘。不必谢我，这是公主给你的福气。不过你这个名字太容易引出犯讳的字，还是改一个为好。求娘娘赐名。怀吉。你以后就叫梁怀吉吧。对不起，管家，和儿没能给您生个皇子。虽然对祖宗有点愧疚，但是我自己心里不知有多开心。先让我心满意足的有个心肝宝贝的公主来腾，过2年和儿再给我生个儿子，孝敬祖宗。管家净哄我开心。这些玩意儿我攒了1年多了。这都是什么呀？1年多前从苏州府送入晋中的贡品之中，我看到了这个娃娃。当日我便幻想能得个公主，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她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盼着能得个女儿。果然不久就得知和儿有喜了。原来是官家盼来的。果真是精致啊！也不知道女儿会不会喜欢这个娃娃。万一更喜欢书画笔墨，不喜欢玩偶玉器呢？我这样想着，就左手一件，右手一件，1年多来就有了这么一盒子的礼物了。我常想，如果是个儿子，我定要尽力的管他、教他，给他最好的老师。如果是个女儿，我要让她做整个大宋最快乐的姑娘。草民梁元生，东京人士，今日在此，是为了申冤告状。申的是我母舅和亲弟弟的冤，告贵县一人。申冤告状，该去县衙门，向县令陈明冤情。草民要告的，一是草民的舅母，二是贵县县令。告县令也要去县衙门击鼓去告，不该来我府邸。都散了吧。草民知道规矩，但草民实在没有办法。草民要告他们合谋通奸、贩卖幼童、捉奸捉双。草民将他们都绑在了卧室，让大家都能看到，做个见证。你怎么敢挟持朝廷命官？你可知这是犯法？草民弟弟今年才刚过10岁，被他们合谋给卖了。草民只求此事能够秉公处置，谁通了奸，谁贪了赃，谁坏了大宋的律法、朝廷的生命，让他受他该受的罚。那草民自会受草民该受的罚。恭喜陛下喜天公主。公主出生，这是朕的第一个孩子。朕今日便按前朝皇长子出生时的惯例，赏赐玉儿包子于众位，也让众亲与朕同喜。按名字职位
依次送入各位亲家府中。启奏陛下，臣以为边疆有辛苦守卫的战士，民间有为糊口奔波的百姓，官家却因皇子公主出生，以金银珠宝、西域方盛之物赏赐，有违官家一贯倡俭省、勿奢靡之教诲。何况公主出生，按照皇子旧例赏赐重臣，有违礼制，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包子里啊，也都是些早就存在库中的小玩意儿，并未额外花费。放着落灰，便也就继续落灰了。赏与众亲，图个喜气而已。若是众亲心中念着手边的将士、辛苦的百姓，愿将朕的赏赐折成民钱捐与他们，也让他们得慕公主出生之福，朕初为人父之喜，那自是极好的了。启奏陛下，臣有要事，请求廷议。陛下继位已时有6年，如今已近而立，只有一位公主出生。皇子乃社稷之根本，10余年无皇储，非常事。咸平5年，周王又薨。先帝即以律车毛节迎商王第3子允让到宫中抚养，直至陛下出生。膝下只有一女，应早立宗室之子。官家年近而立，而膝下只有一女，应早立宗室子。小灰柔，灰柔真乖。我记得我那2个小侄儿这么小的时候啊，都是手指乱戳，找不到嘴巴就哭起来了。哎，灰柔，知道在夸你呢，啊，还对我笑呢。灰柔这是喜欢娘娘。公主认识这是娘娘，我们抱就不笑呢。官家到了。官家，官家。温柔，爹爹不管有多少不痛快，看见你便也痛快了。也没什么，左不过整日对着面目可憎，言语乏味。小灰柔给爹爹洗洗眼啊啊！哎呀，真香哎！琼州那边的贡品，我大略看了看，别的没什么，有2颗鸽蛋大的夜明珠，晚些时候让料子送过来。放在灰柔床头的花架上，夜里有点柔光，她夜里醒来的时候，不至于乌漆抹黑的害怕。官家，灰柔不过小小女娃，之前那些玩物玉器，就已经让臣妾十分惶恐了。这在贡品中都罕见的珍宝，怕是受不起。说的什么话？女娃怎么了？她是朕独一无二的长女，有什么珠宝当不起？官家气概，小女子怎么比得了啊？天下当娘的都有些相似，
总有些莫名的担心。尤其是小灰柔，这么稚嫩的小宝贝，就已经是天下最尊贵的小姑娘了，怕她担得累些。臣妾也是，对着小灰柔，真是抱起，都生怕挤着压着。你呀，也别把什么夜明珠当个奇珍异宝，就当是颗在夜里能照亮的珠子，给大人也没什么用。放在小灰柔床头呢，有些微柔光，又不会太亮。小灰柔夜里醒了，不会满目漆黑，也不会被扰了睡眠。官家想得周到，这珠子给灰柔正得用。还是娘娘有见识，荷儿替灰柔谢过官家。华姬，华姬。你以前是不是就认识张茂泽先生？并不认识。怎么会？他亲自带你过来的。张承照、梁怀吉，去一趟中书，给王相送誊录好的手札，快点儿，王相要的急。是。你们两个兔崽子，没长眼睛！是我们不小心挡了两位哥哥路，请哥哥恕罪，该打该打。我们走直路，他们突然从门内出来。便是我们没有留一声周，也总是他们错多些。你为何？官家强要给我升至昭仪的位分，大臣们进谏都驳回了。大家便不满。如今我生了女儿，这位分升的就显得额外过分了。谏官们总是要进言的，如今为此事纠结，过段日子你没什么错处被抓，冷下去就好了。只是官家必然烦心，他既为此跟大臣们杠上了，自然额外敏感。你又是他心中的亲人。发泄只能对你，你要多担待些。我倒盼着能让官家发泄，骂我几句算什么？我就是担心他太被大臣们为难了。那是官家性子好，他也认为言路畅通才能朝政清明，对大臣们十分宽容。有时候呢，大臣们也是过分了些。我小的时候也听过戏文，里面的皇帝都威风得紧，想做什么，大臣们一个反对就拖下去斩了，怎地我们官家处处受气？这些大臣们也是过分，哪里受了灾害，官家心疼百姓，愁得连饭都吃不下去，他们转天就上书，一个个怀疑官家是不是在宫内宴乐频繁，是不是流连女色，以致遭受上天警戒。这些人也是不讲道理，一面怪官家子嗣不慎，一面又要官家清心寡欲。我就是替官家不平。这些大臣们喋喋不休地议论官家的家务事，别说是官家，就算是他们自己，或者是任何一个普通人，都会生气的。但是啊，
也就是对官家的家务事，他们才会关心，才会苛责。你看，要是换成张屠户、王裁缝，谁管他有没有儿子？谁管他跟哪个姑娘媳妇相好呢？你来了。臣妾弟媳前些日进了宫，送了弟弟狩猎新打的鲜鹿肉。臣妾记得官家提过想吃鹿肉干，昨儿一早便开始腌制，今早开始烘焙。臣妾还酿了没药，今天也好了，刚起出来温上。官家要不要到坤宁殿来小酌一杯？算算时辰，待喝酒到3、4分，鹿肉干也就到了火候。你明明就知道我是为了群臣上书，逼我选宗室子入宫而烦躁。你明明就是想知道，我到底会不会被逼纳谏，选宗室子入宫。前朝事我也没有避忌你，更何况涉及后宫。要问便问，何必借口念主外吃什么来试探？臣妾确实知道，群臣上书请陛下收养宗室子为皇嗣，知道陛下为此烦闷。臣妾确实是因此想请陛下去坤宁殿小酌一杯，但并非是为了探听陛下会不会准了群臣的奏，更非是心中存有将宗室子纳入膝下的打算来算计陛下。哦，那皇后是来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请问陛下，臣妾是陛下什么人？自你入主中宫，朕可曾有过不记你皇后尊容的地方？皇后尊容？对，皇后尊容。没有，官家没有伤害过皇后尊容。陛下立臣妾为后，为的是何氏二字？对朝局何事？对大宋何事？陛下需要一个臣妾这样的皇后来统领后宫，但你却不需要我这样一个妻子来。臣妾失礼了，这就回坤宁殿反省思过，待官家责罚。官家，晚膳备好了。朕没胃口，先出去走走。跳得真好看，手放在这儿。
这样吗？对对对，你看我，你看我这样对吗？你跳的真好看，挺好的。哎，是这么转的啊？是吗？你再转一下给我看看。今宵好，向浪边去。长望不相见，手提金缕鞋。花塘南，盘间异乡为人传。暮为出，来难，教君子一列。都什么时辰了，还在这儿野呢？啊！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，这进了宫就得守宫里的规矩，这有一个不留心，那就会掉脑袋的。教习。教坊被他们童子队站着学这支和一语朝天，没有我们的地方。我们这才寻着这腾挪得开，又不会扰了哪个娘子的地儿，练新年宫宴上的舞。教习怎么反倒骂我们呢？还跟我犟嘴啊！你练舞曲也就罢了，你方才唱的是什么？是宫宴上要唱的吗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小腔小调的，透露着轻浮。万一被宫里哪个管事儿的听到了，把你轰出去打一顿，真是的！快走吧。这确实不是宫宴要演的，我们正准备收拾着回去呢。我不过就是吊个嗓子，随口唱一曲儿。教习你别生气，碧寒也不懂这词儿曲儿到底什么意思，只知道好像是个挺有才的君王写的，谁知竟是个轻浮的呢。行了，别一天到晚在这胡说八道，快走了。官家，教习贾玉兰拜见官家。不知官家此刻会在这里，小人没有管束好这帮孩子们，若是扰了官家，还请官家责罚。是你们先到的，朕只是随便走走，惊召你们了是真。小姑娘们辛苦下练舞蹈，也是为了正事。她们年纪小，练着练着贪玩，也不是大事，不要责罚她们。官家慈悲。哎，碧寒，官家亲自替你求情，还不过来谢过官家？快去呀！奴见过官家。应该不会。奴真的见过官家，当时只有10岁，才这么高。师父，官家有事宣我。官家被那些大臣的札子气的，竟然骂了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说是回坤宁殿戴罪，就走了。官家更气了，不许我们跟着，自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师父，你去哪儿？当时我的小白兔被老鼠咬死了，我追啊赶啊，就看见了官家。我到今天才知道，竟然是官家。我吃饱以后就越来越困，然后我就梦见官家又送了我一只小白兔。但是等我醒过来，官家就不见了。哎呦，我当时还以为官家是哪个侍卫，就想方设法托人打听。找不到，还有官家恕罪，我就以为是哪个内臣。
官家，您记起来了吧？姑娘认错人了。天很晚了，风凉。姑娘练武穿得单薄，快快回教坊去吧。教习也等了你很久了。官家早些歇息吧。嗯。认错了，咱回去吧。绝不会认错。我那时候怕忘了他长什么样，每天画好几张像。教习，你记不记得你以前问过我，为什么你给我的零用最多，但是也没见我比别人多个头面首饰，到最后钱也没攒下，那便是我都去买了颜料画纸。可是那时你还这么小，没准就认错了。绝不会认错。行行行，不管你认没认错呀，我觉着官家是喜欢你的。你看，教习怎么知道？他若是真喜欢我，为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你呢，只管听我的话，我定会想办法让官家记起你来。好了，别多想了。我早就看出你是有大福气的，看来我果然没看错你，没有白白疼你。娘娘，肉干好了，正是时候。这是娘娘一早亲自切、亲自配料腌制的。你们分一分，给各位娘子送一些。可是娘娘不是说……我记错了。官家不喜欢鹿肉脯。娘娘，张茂泽张先生到了。娘娘，臣是想请示娘娘，之前官家说过，要给怡凤阁配一个内侍，2个宫女，要年纪小的，为的是以后能陪着公主。这件事暂且再搁一搁。给公主的奶娘、婆婆，这是惯例，任督迟早就办好了。但是单选陪着公主玩的小内侍、小宫女，这不是惯例。但本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又是官家特地交代的。前朝盯着怡凤阁，不用违了规矩，只要一丁点越了前例的事，
渐渐的，渣子都会铺满官家的玉案。过2年，我也会收养良家子为养女。等接进了宫，安排伺候的人在一起办。但是，官家最近被众位大臣们逼得紧，心情很糟，怕是迁怒于我。不只是迁怒，更会以我怀有私心。娘娘，你是从福宁殿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么晚过来，并不是有事今晚必须请示，而是知道官家责骂了我。你是来劝我的，劝我不要误会官家。不，我没有误会官家，我也不恼官家。我只是觉得他可怜，官家可怜，受制于人时，为了朝局稳固，一而再地将自己不喜欢的女人接入宫中，成为皇后，成为一国之母。他如今的人性，不过就是让为国而娶的女人只是皇后，而并非他的妻子。他心里只认可苗娘子，不是吗，平夫？这么多年，除了仪凤阁，他还曾宿于其他阁殿吗？官家多半是批阅札子或诵读经典入夜。如今，他心里认可的女人，终于让他成为人妇，而前朝诸臣却毫不在意他如珠如宝的女儿，偏要急于塞给他一个宗室子做儿子。这样想来，我倒是比他幸运些。无论如何，都是嫁给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男子。你从福宁殿来，是有官家的圣旨要宣吗？是我自己听廖子说，娘娘受了委屈，忍不住来看看娘娘。每次我狼狈的时候，都是平抚、安慰、陪伴。多谢你。大约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娘娘命定是陪伴辅佐官家的女子，是茂泽终身效忠的中宫之主。上天才会让茂泽当初在郊外遇到娘娘，帮娘娘解了暂时之困。
命定。臣自官家与娘娘大婚那夜，便觉得娘娘是为官家命定之妻。那日，娘娘将她掷向火盆，帽子在辰时收拢火盆时，却见它堪堪落在盆侧，竟未有半点损伤，真是天意。廖子，官家，翻翻记录，看看哪位郡君我从未宣过的，招来侍寝。从今往后，每10日宣一位娘子来福宁殿侍寝。臣这就去办。官家喝口热汤。以前御医开的那些补药药膳的方子，我说恶心难吃不许吃。